4月13日，陪你讀新約。路加福音10章13至37節。不悔改的城有禍了！哥拉汛啊，你有禍了！伯賽大啊，你有禍了！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泰爾、西頓，他們早已披麻蒙灰，坐在地上悔改了。當審判的日子，泰爾、西頓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。迦百農啊，你已經升到天上，將來必推下陰間。又對門徒說：聽從你們的，就是聽從我；棄絕你們的，就是棄絕我；棄絕我的，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。70個人回來，那70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，說：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們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我曾看見撒旦從天上墮落，像閃電一樣。我已經給你們權柄，可以踐踏蛇和蠍子，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，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。然而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。耶穌的歡樂。正當那時，耶穌被聖靈感動，就歡樂說：主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將這事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，嬰孩就顯出來。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沒有人知道子是誰；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，沒有人知道父是誰。耶穌轉身暗暗地向門徒說：看見你們所看見的，那眼睛就有福了。我告訴你們，從前有許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們所看的，卻沒有看見；要聽你們所聽的，卻沒有聽見。好撒瑪利亞人。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，說：我該怎麼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穌對他說：律法上寫的是什麼？你念的是怎樣呢？他回答說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你的神，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耶穌說：你回答的是，你這樣行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顯明自己有你，就對耶穌說：誰是我的鄰舍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強盜手中，他們剝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個半死，就丟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，看見他，就從那邊過去了。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，看見他，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。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，看見他，就動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，
帶到店裏去照應他。第二天拿出2錢銀子來，交給店主，說：你且照應他，此外所費用的，我回來必還你。你想這3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？他說是憐憫他的。耶穌說：你去照樣行吧。